一隻烏鴉竟然可以用播音腔講你好，仲可以喺猛男聲同少女聲之間自由切換。佢哋識得投石飲水，識得整鈎仔，會記仇記足3年，甚至可能會舉行葬禮。科學家越研究越覺得心寒，難道人類身邊一早就藏住另一種智慧生命？故事要由一隻識講嘢嘅烏鴉講起。佢企喺嗰度張開個口，竟然發出清清楚楚嘅你好。嗰把聲唔係普通雀仔叫，亦都唔似隨便扮出嚟嘅雜音，反而帶住一種好奇怪嘅播音腔，令人第一反應就係懷疑自己係咪聽錯。但係再聽多一次，佢都仲係講緊你好。再聽第3次，依然一樣咁清楚。去到呢個時候，你就會忍唔住心入邊發毛。原來除咗鸚鵡之外，烏鴉竟然都可以模仿人類講嘢，而且模仿得比好多人想象之中更加自然。更加誇張嘅係，有啲烏鴉唔單止識講嘢，仲好似滿級配音員咁識變聲。同一句問候，佢可以先用低沉嘅猛男聲講出嚟，下一秒又切換成輕快嘅女仔聲，然後再轉翻自己本身嘅鳥叫聲，就好似特登展示自己把聲有幾多款咁。有一段影片入邊，主人先同烏鴉打招呼，烏鴉即刻用低沉聲音回應，主人繼續逗佢，叫佢換另一個人嘅聲音嚟講。點知烏鴉突然唔多願意，仲將塊面擰埋一邊，好似喺度講唔好煩我。嗰一瞬間，佢唔單止似識講嘢，仲似有脾氣有性格。另一隻白頸烏鴉更加魔性，佢可以由厚重男聲切換到元氣少女聲，一連串你好聽落又搞笑又詭異。如果唔睇畫面，好多人根本估唔到把聲係嚟自一隻雀。呢種變聲能力令科學家開始認真諗，烏鴉嘅叫聲背後會唔會藏住一套我哋仲未聽得明嘅信息系統？倫敦大學曾經有研究者提出過一個大膽諗法，烏鴉嘅聲音能力可能同智慧嘅形成有關。聽落好似講笑咁，但係近年嘅研究就不斷顯示，烏鴉並唔係普通咁聰明，佢哋喺推理、記憶、工具使用、社交判斷上面都展現出令人驚訝嘅能力。最經典嘅問題就係，烏鴉到底會唔會好似預言入邊咁投石飲水？2014年前後，有專家設計咗一組實驗，想睇下烏鴉可唔可以理解水位上升、物件沉浮、管子粗幼，甚至係連通關係。結果比好多人預想之中仲要震撼。第一個實驗好簡單，烏鴉面前放住2支管，一支入邊係水，一支入邊係沙，水面同沙面上邊都孖住一塊肉。如果烏鴉只係亂屎，佢可能會向沙管入邊掟石仔，但係觀察之後揀咗水管，然後開始向水入邊投石仔，石仔跌入水入邊，水位一啲一啲咁升高，烏鴉連續掟咗幾粒肉塊，終於升到可以着到嘅位置，佢順利食到塊肉。呢個說明佢至少明白，石頭可以令水面升高，沙就唔會產生同樣效果。呢件事已經唔單止係條件反射咁簡單。第二個實驗更加難，實驗人員準備咗10個睇落差唔多嘅小塊，當中有真正會沉底嘅石頭，亦都有唔會沉落去嘅泡沫塊。烏鴉先着起一塊投入去，發現水位上升，跟住又轉方向去着第2塊，繼續投落水入邊。去到第3塊嘅時候，佢着起嚟之後竟然冇投落去，而係直接掉咗去一邊。好多人第一次睇都睇唔明，第2次先突然醒起，嗰一塊正正就係泡沫，唔會沉底，亦都唔可以有效令水位上升。烏鴉竟然好似識別到佢冇用咁。更加令人諗落心寒嘅係，點解佢第2次要轉方向去攞？原來佢似乎已經留意到，一邊連續有幾塊都係唔可靠嘅泡沫，另一邊先有真正嘅石頭。呢個說明佢唔係機械式重複動作，而係一路觀察，一路選擇，甚至會根據上一次結果去調整策略。第3個實驗繼續加難度，今次所有小球都可以沉底，但有啲係空心，有啲係實心。如果想最快食到肉，就一定要揀實心球，因為實心球排水效果更強，水位升得更加快。烏鴉出場之後幾乎冇太多猶豫，直接揀咗實心球掟入去。
連續幾次之後，肉好快就升咗上嚟，佢順利完成任務。呢個代表佢可能已經可以分辨重量差異，仲可以將重量同水位上升嘅效果聯繫埋一齊。第4個實驗又再改變，烏鴉面前有2支裝水嘅管，睇落2支都可以投石，但係1支粗1支幼。一開始烏鴉都好似人咁，先向其中1支掟，但係掟咗幾塊之後發現效果唔明顯，佢即刻停低觀察，跟住佢改為投幼管，石頭一入去，水面升得明顯快好多，冇幾耐就食到塊肉。呢度最關鍵唔係佢揀啱咗，而係佢發現舊方法效率低之後，即刻改變策略。呢個已經非常接近解決問題嘅能力。第5個實驗更加狡猾，一樣係粗幼2支管，但係今次粗管嘅水面本身就比較高，幼管雖然效率高，但係起點低。如果只係套用上一次經驗，烏鴉應該會揀幼管，但佢冇咁做，佢一開始就揀咗粗管，連續投石之後成功食到肉。呢個說明烏鴉唔係死記硬背，佢唔係簡單記住幼管好，而係可以結合當前水位同管子粗幼作出新判斷。換句話講，佢面對嘅唔係單一規則，而係會喺唔同條件之下重新計算。第6個實驗最難，實驗人員放咗3支管，中間嗰支有肉，但係太幼，石仔掟唔入去，左邊同右邊睇落都可以投石。真正嘅機關係右邊同中間連通，左邊就係無底洞。呢個就係一個類似 U 型管嘅裝置。烏鴉先嘗試向一邊掟，發現肉冇升上去，佢繼續試咗幾次，最後終於轉向右邊，肉塊隨住升高，佢好似突然明白，只有右邊先同中間相連，於是繼續向右邊投石，最後順利食到食物。研究人員後來將類似實驗攞去測試小朋友，結果發現大多數8歲小朋友可以完成部分任務，年紀再細啲嘅小朋友就明顯覺得困難。至於連通管實驗，可以推理出關係嘅小朋友更加少。烏鴉係咪真正理解連通原理，仲需要謹慎判斷，但係表現出嚟嘅學習速度已經足夠令人震驚。實驗影片傳出之後，好多人第一次意識到烏鴉唔係單純識模仿，而係真係識解決問題。佢哋識觀察、識比較、識放棄冇效嘅方法，識揀更加高效率嘅工具。呢種能力如果出現喺小朋友身上，我哋會話佢聰明；但出現喺烏鴉身上，人類反而有少少唔願意相信。科學家並冇停喺呢度，佢哋想知道烏鴉可唔可以完成更加複雜嘅連續推理。於是有一隻代號007嘅烏鴉登場，佢面對嘅係一套由8個機關組成嘅系統，目標得一個，就係攞到最後機關入邊嗰塊肉。第一眼望落去，籠入邊掛住一支短木棍，但呢支棍救唔到塊肉。烏鴉007先飛到上邊，踩住條繩，用嘴一啲一啲咁將短棍拉落嚟。攞到短棍之後，佢即刻發現呢件工具太短，仲未可以直接解決最後問題。接落嚟，佢開始觀察四周，發現另一個機關入邊有更長嘅木棍，但係長棍被卡住，唔可以直接攞。於是佢用短木棍去救第二邊嘅小石仔，將石仔攞出嚟之後，再掟入裝住長棍嘅機關入邊，石仔增加重量，機關開始啟動。佢繼續用短棍攞出更多石仔，一粒一粒咁投入去，終於令長木棍被釋放出嚟。然後佢着起長棍，伸入最後嘅機關，順利將塊肉攞出嚟。成個過程只係用咗幾分鐘，但係入邊包含咗多層目標轉換，先攞短棍，用短棍攞石仔，用石仔換長棍，再用長棍攞肉。呢個唔係簡單試錯，而係好似一套清晰嘅行動計劃。所以攝製組睇完先明白點解呢隻烏鴉會被叫做007。佢唔似普通雀仔，更加似一個小型特工。後來仲有一個3層鎖扣實驗，研究者將食物放喺最入邊，外面有幾層需要依次打開嘅機關。烏鴉、狗，仲有人類小朋友都被示範過打開方法，然後分別自己嘗試。結果烏鴉一上嚟就直奔目標，佢先拉開第一層機關，再攞出第2層盒，跟住打開蓋，攞到入邊嘅小球同食物，動作明確，冇太多分心。而狗就需要人類反覆提示，小朋友玩咗一陣打唔開，
好快就失去興趣。烏鴉反而表現出最強嘅獨立解題能力。呢個實驗令好多人重新思考咩嘢先叫聰明。人類以前成日話使用工具係我哋與眾不同嘅地方，後來發現黑猩猩都識用工具，又話製造工具先係人類獨有。但烏鴉接落嚟嘅故事再一次打破咗呢種傲慢。時間返到1993年，一位博士去到新西蘭外海嘅新克里多尼亞，嗰度有一種好獨特嘅烏鴉，後來被叫做新克里多尼亞鴉。佢哋生活喺島上嘅叢林入邊，睇落只係普通黑色雀鳥，但好快就令研究者大感震驚。博士喺一片無人區入邊發現好多奇怪葉片，呢啲葉片好似被人用刀裁過咁，邊緣好整齊，形狀又不斷重複。一開始佢仲以為附近有其他科研團隊，又或者有人喺樹林入邊做緊實驗，但佢越行入去就越覺得唔對路。樹上嘅烏鴉不停鳴叫，成個氣氛有啲詭異。就喺博士準備離開嘅時候，一隻烏鴉停喺佢面前棵樹上面，冇攻擊佢，只係低頭處理葉仔。博士於是停低觀察，結果就睇到一場令佢難以忘記嘅工具製作過程。嗰隻烏鴉先啄開葉片其中一端，順住葉脈撕出一條長條，撕到合適長度之後，再啄開另一端，好快就整出一條帶倒刺嘅細長工具。佢將呢條工具伸入植物罅隙入邊，輕輕攪動幾下，再拉出嚟嘅時候，倒刺上邊竟然勾住一隻細小獵物。博士呢一刻先明白，嗰啲好似被裁剪過嘅葉片根本唔係人類留下嘅痕跡，而係烏鴉製造工具之後留下嘅殘片。佢哋唔係執到乜就用乜，而係識得加工材料，製造出符合目標嘅工具。呢件事嘅意義非常重大。接落嚟幾年，博士持續觀察新克鴉，佢將肉塊收埋喺樹洞入邊，想睇下烏鴉會點樣處理。通常佢哋會折下一截樹枝，伸入洞入邊挑逗蠕蟲，等蠕蟲咬住樹枝，再將佢拉出嚟食。呢個已經好似釣魚一樣，但肉塊唔會咬住樹枝。普通直枝又唔容易攞出嚟。呢個時候烏鴉做出更加驚人嘅動作，佢冇去攞柔軟葉片，亦都冇聯試一通，而係飛上枝頭折下一條樹枝，用喙熟練咁彎折枝頭，整出一個鈎狀結構。然後佢將呢條鈎仔伸入樹洞，輕輕一勾，肉塊就被拉咗出嚟。由尋找材料到加工形狀，再到使用工具，成個過程只係花咗幾十秒。呢種能力令研究者睇到目瞪口呆，因為複雜鈎形工具過去幾乎被認為接近人類專利。1996年相關研究發表之後，學界開始認真看待新克鴉。當時成日被提到識製造工具嘅動物，包括人類、黑猩猩、紅毛猩猩以及新克鴉，但能夠製作大鈎工具嘅最突出就只有人類同新克鴉。後來嘅研究更加進一步發現，新克鴉唔單止識獨立製造工具，仲識學習同改進。島東邊鴉群製作嘅鈎仔同島西邊鴉群製作嘅鈎仔並完全一樣，唔同群體似乎有唔同嘅工具傳統，呢個已經有啲似文化差異。細烏鴉會跟住父母學習製作工具，佢哋唔係一出世就完全成熟，而係喺觀察、模仿、練習之中掌握技巧。更加犀利嘅係，佢哋仲會慢慢改進工具形狀，將更加好用嘅版本傳俾下一代。短短幾十年入邊，工具技術就可以出現明顯進步。2002年，新克鴉甚至喺實驗室入邊完成咗彎製鐵鈎嘅任務。研究人員俾佢一段直鐵線，佢竟然可以將鐵線加工成鈎仔，再用嚟勾取食物。呢一下，人類對工具製造嘅優越感又再被狠狠敲咗一下。問題亦都隨之出現，烏鴉點解會咁聰明？佢哋同人類明明外形差咁遠，一個有羽毛識飛，一個係直立行走嘅靈長類，但喺解決問題、製造工具、社交記憶方面，竟然出現咁多相似能力。呢件事到底應該點樣解釋？有研究者提出，烏鴉同人類之間可能存在趨同進化。所謂趨同進化，唔係話兩個物種嚟自同一個近親分支，而係話佢哋喺相似嘅環境壓力之下，各自進化出類似功能，外形可以差好遠。
能力卻可能走到相似方向。舉個簡單例子，蹄兔睇落有啲似小型弱齒動物，但佢同大象嘅親緣關係更加近。又好似海豚同魚類外形相似，但海豚其實係哺乳動物，呢個係因為佢哋都要適應水中高速游動，所以身體形態慢慢出現相似設計。咁人類同烏鴉嘅趨同當然唔係外形相似，而係認知能力相似。兩者都生活喺複雜社群入邊，都需要長期記憶，都需要解決環境問題，都要判斷同伴關係，都能夠使用工具，甚至都表現出某種情感同儀式感。有一個故事成日被攞嚟討論烏鴉嘅情感。一位博士曾經喺人哋屋企做客，突然見到窗外聚集住10幾隻烏鴉，佢哋圍住某樣嘢發出悲傷叫聲。過咗一陣，有一隻烏鴉飛走，又叼住一支小樹枝返嚟，將樹枝放喺嗰樣嘢上邊，跟住更多烏鴉飛走，再一支一支咁叼返樹枝，直到地下嗰樣嘢幾乎被樹枝蓋住。博士仔細一睇，先發現原來嗰度係一隻死咗嘅烏鴉。幾分鐘之後，鴉群飛走，只剩低一具俾小樹枝覆蓋住嘅同伴屍體。呢個故事冇完整影像記錄，但類似嘅烏鴉聚集行為並唔少見。有啲影片入邊，喜鵲圍住同伴遺體旁邊不停鳴叫，喜鵲其實都屬於鴉科。仲有一啲畫面入邊，大群烏鴉圍住死去同類盤旋鳴叫，聲音低沉又漫長，好似一種悲傷集會。我哋唔可以輕易話呢個係人類意義上嘅葬禮，亦都唔可以話烏鴉擁有宗教，但佢哋對同類死亡明顯會產生反應。呢種反應可能包含危險學習，亦都可能包含情緒喚起。無論係邊一種解釋，都說明佢哋嘅社會感知非常強。更加有意思嘅係，科學家認為烏鴉會記住危險人物，甚至會將呢種資訊傳俾同伴。印度曾經有報道話，一名男子多年嚟被當地烏鴉襲擊，原因可能係佢曾經試圖救一隻被困住嘅細烏鴉，但細烏鴉最後死喺佢懷入邊，鴉群誤以為佢就係兇手。呢個故事聽落好似傳說，但實驗支持咗當中一部分可能性。研究人員曾經喺公園入面連續餵烏鴉食花生，等烏鴉熟悉佢哋之後，第4日戴上面具同埋假髮，手入面攞住烏鴉標本出現，結果第一隻烏鴉即刻發出警報聲，幾秒鐘之內，附近烏鴉全部都開始叫喊，好似集體咒罵呢個危險人物咁。等到第2日，研究人員除下面具，恢復普通樣子去餵食，烏鴉明顯比以前更加警惕，似乎喺重新判斷呢個人同尋日嗰個威脅有冇關係。更加驚人嘅係，幾個星期之後，研究人員換到另一個地方，當地烏鴉本來願意食佢哋俾嘅花生，但當研究人員再次戴上同一副面具同假髮，就算冇戴住烏鴉標本，嗰度嘅鴉群都開始發出警報，仿佛危險面孔已經喺烏鴉社會入邊傳開咗。同樣實驗換成白鴿，鴿群幾乎冇類似反應，呢個就說明烏鴉嘅社群學習能力明顯高過好多鳥類。佢哋唔單止可以識別面孔，仲可以將危險資訊傳遞俾同伴，甚至可能跨時間、跨群體保存呢份記憶。同記仇相反嘅例子亦都有好多。有啲人長期餵烏鴉食花生，烏鴉會主動帶小禮物翻嚟，禮物可能係閃靈靈嘅小物件，亦都可能係硬幣、紐扣、小石仔。對人類嚟講，呢個好似童話；對烏鴉嚟講，可能係社交互惠。呢個就更加似人類社會，佢哋會記住仇人，亦都會記住朋友，會警告同伴，亦都會回饋幫助過自己嘅人。呢個未必等於道德，但係佢已經展現出複雜嘅社交判斷，而複雜社交正正就係智慧進化嘅重要推動力。烏鴉嘅社交能力點解會咁強？有研究者曾經俾過一個好有爭議但又好有意思嘅解釋，就係複雜伴侶關係帶嚟嘅進化壓力。好多鳥類表面上係一夫一妻，長期一齊築巢、孵蛋、養育幼鳥，喺人類文化入面成日被視為忠貞嘅象子。但係基因研究卻發現，唔少鳥類實際上嘅繁殖關係非常複雜。表面上嘅伴侶
未必就係所有幼鳥嘅親生父母。呢件事令科學家意識到，鳥類世界其實冇人類想象之中咁單純，佢哋都有隱秘嘅社交博弈，亦都有時間管理同關係管理。對烏鴉呢類高度社會化嘅鳥類嚟講，佢哋既要同固定伴侶合作養育幼鳥，又要判斷同伴靠唔靠得住，仲要防範食物被偷、地盤被侵犯、幼鳥受到威脅，甚至仲要處理群體內部嘅等級同聯盟。呢啲全部都會俾大腦帶嚟巨大壓力。喺呢種環境入邊，邊個更加識觀察，邊個更加識記憶，邊個更加識欺騙，邊個更加識判斷同伴情緒，邊個就更加有機會生存落去，亦都更加有機會成功繁殖。時間一耐，複雜社交就會推動認知能力不斷提高。烏鴉嘅聰明可能正正就係咁樣被生活逼出嚟。例如有啲崇鴉會記住伴侶最近中意食咩，然後專登揾嗰種食物翻嚟餵俾對方。呢件事聽落好似好浪漫，其實背後需要好強嘅心理推測能力。佢必須記住對方之前食過啲咩，再判斷對方而家可能想要啲咩。呢個已經接近理解其他個體嘅需要。烏鴉同人類一樣，都有一段比較長嘅育幼過程，父母需要一齊照顧幼崽。喺呢個過程入邊，佢哋要分工，要協作，要防禦，要揾食物，要回應伴侶信號。佢呢啲行為全部都需要持續溝通，亦都需要彼此配合。呢件事同人類家庭關係有某種相似嘅壓力，而喺欺騙同埋防盜方面，烏鴉更加係高手。有啲鴉科鳥類每年秋天會儲存大量食物，佢哋將食物藏喺好多唔同地方，等到冬天再挖翻出嚟食。呢種能力本身已經好強，因為佢必須記住大量儲藏點嘅位置。但事情冇咁簡單，食物唔單止會俾自己揾翻出嚟，亦都會俾其他烏鴉偷走。所以一隻識儲糧嘅烏鴉，同時都係活喺一個偷竊網絡入邊。佢既要記住自己藏咗啲咩，藏咗喺邊度，亦都要留意邊個見到佢藏嘢。實驗發現，如果一隻烏鴉發現自己藏食物嗰陣俾其他個體偷睇，佢會將食物藏得更加深。等到觀察者離開之後，甚至會重新將食物挖出嚟，轉移到另一個地方。呢個說明佢可能意識到對方知道咗呢個位置，所以必須改變策略。呢個已經唔係簡單記憶，而係對其他個體知識狀態嘅判斷。用人話嚟講，佢知道別人知道咗啲咩，所以採取行動防止被偷。呢種能力喺人類社會入邊好重要，喺烏鴉世界入邊同樣重要，因為食物就係冬天保命嘅保障。仲有一啲影片展示咗烏鴉有幾狡猾，一隻烏鴉想攞走人類手入面嘅嘢，竟然先走去拉人條褲腳，再解開對方嘅鞋帶，等到人嘅注意力被轉移，佢就趁機偷走目標。呢個唔係一時衝動搶奪，而係聲東擊西。另一段影片入邊，窗入面嘅人攞住食物逗烏鴉，以為自己喺度戲弄佢。烏鴉配合咗好耐，最後真正目標卻唔係食物，而係趁住窗打開偷走屋入面嘅銀匙。人類以為自己係玩家，最後先發現自己先係被耍嗰個。呢啲行為令人又好笑又不安，因為佢顯示烏鴉唔單止識解題，仲識利用人類注意力入邊嘅漏洞。佢哋可以觀察你嘅動作，判斷你嘅意圖，製造你分心嘅機會，然後完成自己嘅目標。呢種靈活性先係智慧真正可怕嘅地方。解剖學研究亦都俾出解釋，鳥類大腦同哺乳動物大腦結構唔同，但唔代表鳥類低級。烏鴉雖然大腦體積唔算大，神經元卻非常密集，尤其同認知相關嘅區域極度發達。呢個令佢哋可以用細小大腦完成複雜處理。有人曾經打比方話，人類大腦似一種系統，鳥類大腦就似另一種系統。硬件結構唔一樣，運行方式唔一樣，但係處理結果可以非常接近。就好似電腦系統唔同，唔代表其中一個唔可以完成高級任務。烏鴉只係用另一種架構實現咗智慧。呢件事亦都令我哋重新思考語言，翻到故事最開頭。烏鴉點解會變聲？佢哋點解可以模仿人類？點解可以喺唔同聲線之間切換？呢件事會唔會只係娛樂，
定係聲音對佢哋嚟講本身就承載住複雜社交資訊。人類會用語音語調表達情緒、態度、身份、關係，同一句說話換一個語氣就可能完全唔同意思。烏鴉嘅鳴叫變化或者都一樣咁豐富，只係我哋冇解碼能力，所以長期將佢聽成普通鳥叫，就好似一個唔識外語嘅人，只係聽到一片噪音。鸚鵡可以模仿上千種聲音，烏鴉可以模仿人聲同環境聲。佢哋未必係學緊人類語言嘅意思，但佢哋至少展示出強大嘅聲音控制能力。如果呢種能力本身係服務於鳥類社交，咁我哋過去對鳥叫嘅理解可能真係太粗糙。科幻作家曾經寫過一個令人心驚嘅諗法：人類建造巨大射電望遠鏡，將目光投向星空，一心尋找外星智慧生命，但係就喺望遠鏡周圍，一啲被人類破壞棲息地嘅鳥類，可能正用自己嘅語言交流，只係人類從來冇認真聆聽。呢個諗法好諷刺。我哋總覺得智慧生命應該嚟自外星，應該用數學信號、無線電、飛船同文明遺跡同我哋打招呼。但可能另一種智慧一早就喺身邊，只係佢長住羽毛，企喺樹梢，用我哋聽唔明嘅聲音觀察住我哋。鳥類其實係恐龍後裔，由呢個角度睇，烏鴉同鸚鵡可能係2億幾年演化留下嚟嘅另一條智慧路線。佢哋冇發展出城市、工業同火箭，卻發展出聲音、記憶、工具、社群、欺騙、情感。可能佢哋根本唔需要變成人類，都已經足夠成功。反過嚟諗，人類只係幾百萬年前先出現嘅一種靈長類。我哋喺好短時間入邊擁有咗語言、火、工具、國家、戰爭、工業、太空探索，亦都擁有咗破壞環境同毀滅自己嘅能力。我哋嘅智慧的確強大，但亦都極端危險。烏鴉可能係聰明到啱啱好，佢哋可以解決生存問題，可以維持社群，可以記住敵人同朋友，可以製造工具，可以適應城市，卻冇將地球改造成一部危險機器。佢哋同智慧保持住一種不遠不近嘅距離，呢點反而令人羨慕。或者呢個都係費米悖論嘅另一種想象。宇宙點解咁寂靜？點解我哋揾唔到外星文明？可能智慧一旦發展到可以改變星球，就好容易走向自我毀滅。可以長久存在嘅智慧物種，反而會停喺更加克制嘅位置，唔飛向星空，亦都唔燒毀自己嘅家園。黃昏嘅樹梢上，一群烏鴉可能正望住人類，睇住我哋起高樓、造武器、污染海洋、爭奪資源，然後用自己嘅語言交換意見。可能佢哋正喺度講，呢班猴子又開始折騰，唔知今次又頂得幾耐。當然呢個只係帶住想象嘅結尾，但係烏鴉確實提醒咗我哋一件事：智慧唔一定只係長成人類嘅樣，工具唔一定只係握喺人類手入邊，語言唔一定只係用人類聽得明嘅方式存在，情感亦都唔一定只屬於我哋。由識講你好嘅烏鴉，到識投石取食嘅烏鴉，又好似特工007咁破解機關，到新黑鴉製造鈎仔，由烏鴉葬禮到記住仇人面孔，呢啲故事拼埋一齊，令人類嘅優越感一啲一啲咁鬆動。我哋以前成日話天下烏鴉一般黑，好似帶住一種輕視同抱怨，但而家再聽呢句說話，可能應該換一個理解，佢哋唔係一般黑，而係一般聰明、一般警惕、一般狡猾，一般令人類不得不重新低頭審視自己。所以呢個故事真正有趣嘅地方，唔單止係烏鴉會唔會講嘢，亦都唔單止係佢哋能唔能夠變聲，而係當我哋終於認真觀察佢哋嘅時候，先發現佢哋從來唔係背景入邊嘅黑影，佢哋一直都喺度學習，喺度記憶，喺度計劃，喺度交流，亦都喺用自己嘅方式活成另一種智慧生命。每集都有乾貨，聽月叔講幾句，學到嘢多幾分。以上就係呢期嘅全部內容，多謝你嘅收睇，我哋下期再見。